由台南市体育总会皮克球委员会结合台湾圆山国际慈善事业发展协会，共同主办的圆山杯全国皮克球的锦标赛，9月22日2天，将伫台南市的新南国小防务球场来举行。新兼体育总会皮克球委员会主委的议员林美燕，上午嘛邀请台湾圆山国际慈善协会以及市府体育局。甲着体育总会共同召开记者会，为活动来热身。匹克球委员会，加油！美燕接了主委以后，虽然短短的1年多我们办了无数场的全国性的比赛，全国性比赛啊，真正非常感谢我们的委员会里面的副主委也就是我们圆山国际慈善事业发展协会也就是我们的杨泽民呀，也就是我们本会的副主委。未来即将也接任我们中华民国全国性的主委，因为这一次还是一样，由我们台湾圆山国际慈善事业发展协会我们也是每次都由他来主办这一次更有看头，这个更有看头，因为好像奖金蛮多的奖金当然我们的副主委给你报个奖金多少，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数字啊！奖金呢十分的丰厚，因为呢这次的总奖金共有10万块，好不好？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有吸引力的，好吧？对，后来呢，这一次的比赛呢，它是我们那个匹克球委员会努力推动匹克球的一个成果。后来匹克球呢，它是一个简单易学，而且适合全民参与的一个运动。它从8岁到88岁都能轻松上手，是一个真正能做到合家欢乐的全龄运动。但目前呢，全台的匹克球人口已经超过了8万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运动呢，很快它会成为台湾人生活的一部分。这届比赛预计吸引全国165组的队伍参赛，争取10万块的总奖金。台南市皮克球运动伫单项委员会推广，每年定期举办6人杯、青壮年甲专人杯以及全国的锦标赛。介意皮克球运动的人哪来哪济，主办单位邀请民众踊跃到场来观赏比赛，为选手来加油。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